聖誕節仲使乜年年焗住喺香港過啊？等我哋今年齊齊上深圳，幫你哋揾晒專屬香港人嘅聖誕好去處。KK Mall、KK One、KK Town、南山京基百樂廣場4個場，4種玩法免費贈品，限定打卡位，正斗美食全部度身訂造。今次同大家過返個唔同款嘅聖誕，問你幫大家執好懶人包，記得 like 爆 save 低 cap 圖，上到深圳跟住玩就啱啦。福田 CBD 商圈嘅潮人集中地 KK One， 港人過節必撲露露 IP 快閃店，實要瘋狂打卡擺滿得意到震嘅露露公仔同周邊，出賞率100%。中意得意嘢嘅朋友就咪走雞啦，嚟到即刻有禮物收，仲幫你免費打包埋聖誕禮物。Alipay 手 KK One 可以免費拎頂計環球海鮮放題50蚊餐飲券，用券之後平到笑啊！貴廚麻婆炭烤肉，一間回頭率爆燈嘅店都可以用餐飲券噶。8款遊戲免費玩，星際傳奇、史萊姆親子樂園、#UUU 嘅公仔、時空湖 VR、Go Boss 彈珠，大人細路都啱。周末福田口岸仲有免費接駁巴士直達，夠晒窩心。深圳地標京基100樓下呢一間 KK Mall 就一定要去啦。推薦去 Victory 掃平價聖誕貨，去先生和雅苑 Doctor's Judge 拉筋、星聚會唱 K， 想食想玩一站式搞掂晒。follow 咗 KK Mall 嘅小紅書免費拎，開心無可替代。喺呢度買滿288就送呢個迪卡龍嘅行山背囊，呢個背囊超好用啊！呢個小命令嘅超夢幻佈置，自帶高級濾鏡，點影都好睇。和湖水會珠寶相歡，獨市大型商場 KK Town， 港人着數多到寫，參會員登記即刻送高人暖飲，免費奶茶真係傻歪歪。帶回鄉證即可以免費拎呢個文爆小鹿周邊，買滿399蚊送小鹿公仔、聖誕樹同埋可愛嘅小鹿就散落於商場裏面，帶住啱啱送嘅頭飾，超級有 feel。聖誕元旦都可以約埋班姊妹嚟啊！點少得食肆推介啊？順德公、居竹、國宴同火鍋、紅米撈粥底火鍋、雲山貴、啫火啫煲，大批同嘅，玩到攰就可以去埋樂舞下貓貓。KK Town 馬路對面就係紅湖公園，一落雨參紅到燦爛啦！佢就係最佳嘅觀賞期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坐落平樹林同深宵總片區嘅大型屋苑商場，南山京基百樂廣場，建議坐呢個永東巴士過嚟啊！行即日車票去永東貴位就可以扭聖誕蛋，有機會抽 Jelly Cat， 帶定回鄉證仲可以免費拎聖誕手鏈。一鬧鐘停落棵聖誕情樹一定要嚟打卡，參加佢個活動即刻換熱紅酒同埋下午茶。呢度食肆陣容強大，港灣順德路嘅地道廣東風味，潤完4季清甜嘅椰子雞、泰爾酸菜魚、雞脯記油焗麵，嗰個都係人氣之選。哲學長工、常樂開拿特骨、美麗田園、血瑞爾做 facial 又平又靚。總括嚟講呢幾個商場唔使人逼人，唔單止好玩，對香港人仲極之友善，周圍都係為香港人而設嘅活動。呢一篇就係你嘅最強攻略，快啲約埋朋友 plan 定時間，收藏好呢個攻略，趁住聖誕節快啲行動慢，一齊過一個有性價比嘅聖誕節。下集更精彩。